诗篇70篇，大笔纪念的诗交予圣乐长。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；上主啊，求你紧来帮助我。愿少想要害我性命的人闹开见笑；愿爱我受陷害的人摆脱受凌辱；愿对我讲：你惨啊，遐人因为见笑铁蹄；愿祈求你的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。愿羡慕你拯救的人时常讲：着尊上帝最大。总是我困苦散赤，上帝啊，求你赶紧来我遮，你是我的帮赞，我的拯救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延前。各位兄弟平安。小连续咱有读诗篇68篇、69篇，这两篇拢超过35节，长度有一撮较长小看。那当咱搁跳倒转来，这个只有敢若5节诗篇70篇，咱像搁感觉真短。这互咱看着讲，诗篇无论是较长的诗，也是讲较短的诗，其实拢真精彩。像讲咱咧看运动的比赛，有时阵咧比赛哪会双方真紧，就已经看无煞拍，就已经比完啊。因为伫咧比赛的中间有一边伊的实力较强，所以三两个手就甲对方比落去。若是有的比赛一局过一局，拍到延长赛，搁拖一个久的时间，才用真小小看迄个差距分出输赢。这表示讲双方的实力真相当，所以伫比赛就真精彩，互咱也感觉袂冷场。诗篇较长的诗有伊较长的诗伊的看度，若是较短的诗嘛有较短的诗伊的奥妙，所以毋管是长是短，偏偏拢有因的价值甲宝贝。诗篇伫70篇，咱对这个内容来看，伊袂输是进前咱所读69篇的浓缩的精要。这讲到着诗人的性命受到激烈的威胁，因求上帝拯救制裁遐个刑罚遐个歹人，也帮赞伊的朋友通脱险得到平安。这首诗大部分的内容，甲诗篇40篇13、19、17节完全是相款的内容。属伫大笔的诗，咱知影大笔伫晚年的时，要害伊性命的对敌，主要是徛我伫伊的囝押沙龙迄边的阵营，因斗阵叛乱伫遐做出反叛的迄阵的人，其中毋但有伊的囝押沙龙，也有原底军队伫大笔，甲大笔出使入我的这个人，亲像伊的军师、佮大将、甲军队，因互年老的大笔差一撮死伫这个死无葬身之地。大笔个别讲，互伊会当逃出死关险境的，只有敢若上帝恩典，只有敢若倚靠上帝的疼痛、上帝的拯救，所以伊向上帝祈祷，伊也向上帝学乐佮感谢。对大笔来看，这种的救恩，毋但是伊会当经历到，而且也是一切愿意相信上帝、亲近上帝、追求上帝，这人拢通得到的平安、欢喜甲快乐。诗篇70篇对结果来看，伊通分做 ABBA 这种的交错配列的方式，所以会当分做4段的祈祷。第一段
是为着家己来祈祷，这伫第一节，求上帝拯救甲帮助。第二段是救主对敌的祈祷，伫第二节到第三节，愿对敌闹开见效，代替受凌辱。第三段是祝福朋友的祈祷，这伫第四节。愿追求上帝、羡慕上帝的人，拢得到欢喜快乐，来尊主做大。第四段是为家己祈祷，这伫第五节。伫困苦散车的中间，恳求上帝紧紧来帮咱拯救。诗篇70篇对咱的教示，第一项，甲咱着爱纪念主的救恩，咱爱纪念主的救恩。诗篇70篇有讲过，伊甲40篇的13节到17节的内容，大部分拢是相款的。圣经为甚物会做即种中好的编排？这圣经学者嘛有咧想即个问题。为想讲，若对位置来看，诗篇会当甲伊分做的是5卷，40篇的诗呢，通讲是伫第一卷尾也算过来第二首的诗，若是70篇是伫第二卷尾也算过来第三首的诗，因拢摆伫一个大的段落一卷将近伫要结束煞尾站的诗。咱知影一般若是接近尾段，伫要收尾，就是爱做一个重新的整理，用底阁有力，用强调来做伊的结论收煞。另外，咱也通伫小标题的所在，遮读到甚物？遮有出现代笔纪念的诗。这个纪念伫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较接近做提醒。要提醒甚物？提醒就是爱会记得伫过去所发生的代志，咱爱将过去迄个要紧的代志记得伊的教训甲意义。若是对现处时，纪念就是提醒爱会记得毋通袂记伫个代志，爱家己谨记在心。若是对将来来看，这过去也是现在所发生的代志，有伊一定存在的价值。像讲，遐有意义的代志的物件呢，亲像纪念物、纪念品、纪念碑、纪念册。历史的建筑物也是古迹，遐有意义的事件、日子、场所，就称做是纪念日、纪念地，也是讲历史的典故。当咱咧守主的圣餐，其中有一句话，主讲：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当咱咧守主的圣餐，就是咧纪念咱的主为着咱牺牲。救赎的恩典，互咱诚侪顶头生上帝的儿女是主的门徒。诗篇70篇也提醒咱，爱纪念主为咱所做成的这个救恩。咱伫一切的患难、危险、病痛的中间，就好亲像是困苦散车的人。毋过，咱求主，恳求主的施恩、怜悯、帮助的时，上帝就听咱的祈祷，伸出伊权能的手来拯救咱。所以，咱着不时来纪念主的救恩，也感谢伊的恩典。第二，伫遮咧讲着讲，咱着爱为着别人来代祷，为着别人来代祷。诗篇70篇虽然4段
伫头尾是较济咧为着家己祈祷，毋过中伊有插两段的祈祷，一段是为着对敌失败见效咧祈祷，也有一段是为着遐个偏偏是敬畏上帝的人，为着因也通得到上帝的恩惠，安尼来祈祷。咱看第4节，愿追求你的人，拢因为你欢喜快乐；愿羡慕你拯救的人，时常讲，着尊上帝做大。咱的祈祷，毋若干单为着家己咧祈祷，也得爱替别人代祷。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，恁遮的人，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嘛着顾别人的代志。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嘛着顾别人的代志。咱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2章1节到3节。所以，第一，我劝勉你，着为着所有人、君王甲拢总的官员，恳求祈祷、代祷、感恩，互咱通过平静安然的生活，凡事敬虔端正，安尼做是应该，是咱的救主上帝欢喜接纳的。虽然咱伫祈祷了后，到底上帝伊要安怎听咱的祈祷，迄是上帝家己的主权。毋过呢，替人祈祷、为人代祷，这是咱的责任，上时阵也是上帝所欢喜的代志。诗篇70篇，咱就看到大卫王伊怎样。虽然伫即个患难的中间，伊要为着其他当信的人，也求上帝对因的帮赞甲保守。第三，着求主紧紧来，着求主紧紧来。诗篇70篇，伫即个现代台语圣经译本头尾总共有出现3摆，真迫切。赶紧的语气，伫第1节中间呢，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；上帝啊，求你紧来帮助我。第5节，总是我困苦散赤，上帝啊，求你赶紧来我遮。你是我的帮助，我的拯救，上帝啊，求你毋通延前。真像伫战场咧交战，伫咧等待援军，伫迄个每时每刻，通讲拢是生死的交关，所以迫切伫遐咧等待救兵赶紧来。也真像伫工厂生产线，当机器发生故障，咧等待有人会当赶紧来修理好势，恢复迄个生产通出货。迄个赶紧是何等的迫切！咱中间真侪是做事的兄弟，咱知影讲，产能伫咧通修成，特别像讲是即个政策啊，特别通修成的时阵，佫风台要到，迄个请无工通来采收的条件，咱通去体会着。最后所也讲过。通修成的真济，做工的真少，所以恁着祈求管修成的主派工人去修成。路加福音第10章20到3节，咱再来看启示录14章14节到16节。后来我搁看，有看见一片白云。云顶坐一位亲像人子的，头壳戴金花冠，手举一支内的念力啊，搁一个天使对圣殿遐出来，对坐伫云顶迄位大声喊，着举念力啊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已经到。
地上的农作物已经真熟啦，一粒云顶迄位就将念力啊，迄落地上的农作物就收成。最后，咱来读圣经伫即个新约最后的2节，就是启示录22章20节到21节。遮讲，为着这个事作证，迄位讲：我念伊来，阿面。主耶稣啊，请来！愿主耶稣的恩典甲恁大家同在。是啊，咱做一个基督徒上界深、上界大的祈祷，就是仰望上帝赶紧来。祈祷主耶稣，请伊紧紧来，互上帝国会当完全得到实现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愿咱不时纪念主的恩典，着为家己祈祷，也着替别人来代祷。愿咱用较无的心来祈祷，咱的主紧紧来救赎伊一切，若亲像困苦散赤天国的子民。